聚集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恩典！现在方便的，大家请起立。罗马书15章说：“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、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能力，大有盼望，充满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活水拥有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活水拥有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活水拥有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活水拥有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用掌声将一切荣耀就归给爱我们的上帝啊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耶稣说：“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切的果效由心发出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改变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乐的旨意，更新我心意。”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。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。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。
21篇10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罗马书9章21节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耶利米书18章4节，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做另别的器皿，窑匠看怎么样好就怎样做。是的，求主更新我们的心灵。更新我心，更新我心，使我能像你，我能像你。更新我心，更新我心，使我能像你，更新我心灵，更新我心灵，使我能像你，使我能像你。更新我心更新我心灵，使我能像你。主你是高墙，我是泥土，摸我所造我，是我的恳求，更新我心，使我能像你，更新我心使我能像你，使我能像你。是的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。感谢主。箴言3章5节说：“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每一天我都需要你。”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。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。每一天，我需要你，你话语如甘霖。每时刻，我需要你，神灵如雨降临。每一天，我需要你，你话语如甘霖。每
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。这是我的呼求，每天都更爱你，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。爱我们的神，早晨夜晚，渴望你聆听你的声音。我们向主阐明内心的软弱，心中思想你的好，让我们更多与主亲近。求主圣灵充满，并运行在我们当中。阿们。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。失去起初爱你的心。是的，这是我们的敬拜，求主悦纳，并允许凡劳苦重担的人来你这里，主就使我们得安息。因为主的恶是容易的，担子是轻省的。愿我们的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主。求主垂听我们的呼求与祷告。这时，我们同心合一，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心祷告。大家请坐。